Hi，我係 Alex。之後 Time 係一個賣手錶同手錶故仔嘅 channel。買手錶當然係要俾錢啦，但係聽故仔係無價嘅。你仲唔快啲 subscribe 同加入我哋嘅 Watch Club？今集嘅節目要開始啦！一講到咧玩錶要有品味，大家第一時間諗起嘅應該都係 Patek 㗎啦。咁但係咧上年寶璣250週年咧，咁啊出咗一隻 Classic Subscription 2025，令到寶璣呢個牌子咧再一次咧翻返去大眾嘅視野入邊，提醒大家寶璣呢個咧咁古老嘅品牌咧，其實係未玩完嘅。所以今日咧就趁住呢個時間咧去講下寶璣呢個牌子，咁啊睇一睇咧佢一直以嚟有啲乜嘢嘅里程碑。如果講到咧高級製錶，其實咧不能夠繞過嘅一定係寶璣呢個牌子。點解會咁巴閉呢？咁我哋而家成日講嘅一啲手錶，一啲複雜功能，甚至係一啲咧不能夠繞過嘅基本技術，其實咧都係寶璣所發明。自動舵嘅雛形啦、機柳紋、秘密簽名、防震裝置、寶璣針、寶璣字、陀飛輪，其實咧你只要打開一本製錶史，你會發現咧全部篇幅咧都係關於寶璣嘅。寶璣嘅客人係乜嘢人啊？係法國瑪麗皇后、拿破崙，以至咧不同國家嘅皇宮貴族、政要啊，其實咧個個要買錶都係要揾寶璣嘅。簡單嚟講，寶璣就係發明家加藝術家再加工程師。你諗下一個咁強勁嘅品牌，而家係乜嘢狀況？實在咧不禁令人惋惜啊！去到現代啊，其實咧寶璣都出咗好多唔同嘅複雜功能㗎。譬如第一隻寶璣3759 Tourbillon Perpetual Calendar。呢隻錶咧，我會話佢係一座咧透明嘅機械教堂，成個盤面 skeleton 嘅機芯，你由正面咧已經睇到陀飛輪喺度轉啦，仲要塞多個萬年曆落去，你以為咁樣就夠勁咩？唔係啊，佢仲要出埋 double rotating tourbillons。寶璣最拿手嘅就係陀飛輪帶啦，玩一個唔夠，要玩兩個。只有咧承認自己係一線品牌嘅錶廠，先至咧會做呢啲雙陀飛輪。中間咧有一個叉動齒輪系統去平均兩個陀飛輪嘅細微差距，唔係淨係視覺上嘅 show off 啊，背後咧真係諗緊點樣令佢走時更加穩定。呢隻錶咧就好似有兩個行星喺度轉緊，個星系本身咧亦都會慢慢咁樣自轉。就咁玩 Tourbillon 好似咧唔夠多花款啊，所以啦250週年咧再玩多隻 Classic Tourbillon Sindero 7255。Sindero 即係天文時，係用天文學嘅時間單位，代表住宇宙嘅節奏同埋精確度。彷彿好似寶璣話俾你聽，由發明 Tourbillon 嗰日開始啊，到咗250週年啊，仲玩緊點樣可以有新花款。由以上三款錶我哋睇到咧，其實寶璣咧都唔係固步自封嘅，其實咧一直都咧出緊一啲唔同嘅陀飛輪，去令到咧佢以前嘅一個傳統能夠得以繼承。或者陀飛輪嘅價錢咧都比較貴啊，大家可能未必咧會咁想俾錢去玩。咁以下落嚟咧，我哋再介紹啦兩款唔同嘅手錶，應該咧會吸引到大家。首先嚟講下咧就係 5717BR Hora Mundi。呢隻錶睇落去咧就好似普通嘅兩地時間，但係其實咧聰明好多。你可以預先設定兩個城市，例如香港同埋巴黎，之後咧只需要撳一個掣咧，成個時間就會由一個城市跳去另一個。以前一般嘅兩地時間咧就冇呢一種咁樣嘅功能嘅，通常咧你要一下一下咁樣撳。但係啦，呢隻錶聰明嘅地方咧就係撳一下即刻轉變城市啊！重點係時間、日期、晝夜全部一齊跳啊！唔似得好似好多 GMT 咁咧，你要慢慢拉針調日曆，調到亂晒龍。再加埋個盤面嘅世界地圖啦，同埋咧用透明彩刷去做出海洋陸地嘅層次感。有唔同嘅版本，有美洲啦，有歐洲、非洲，亦都有亞洲同埋澳洲嘅。即係話啦，佢唔淨止幫你睇兩個時區咁簡單啦，而係將你成個世界變咗一個藝術品，帶喺你嘅手度。
之後咧就係大家應該都好熟悉嘅 Type XX 啦，1950年代幫法國空軍製作嘅計時碼錶，去到2025年啦，啱啱好咧就係 Type XX 嘅70週年，部機咧就出咗一隻2075 38mm 嘅金殼，戴上手尺寸啱啱好，少少復古味道，手上鏈 Calibre 728，震頻咧係5 Hz 啊，仲有非反計時功能，仲有60小時動力儲備啊。盤面保留咗咧嗰種好軍用嘅味道啦，大阿拉伯數目字、清晰副盤、粗壯嘅指針，獨時咧一眼就睇到啊！呢兩隻錶咧，一隻咧係優雅嘅 Traveler， 後邊咧係一隻硬漢 Pilot。兩個共通點都係啊，寶璣其實做 complication 咧唔淨止為咗技術㗎，而係啊真係諗下你究竟點樣用。講完貼地少少嘅錶款之後咧，又係時候講翻一啲咧離地作品啊！咁但係咧呢啲錶咧真係一啲藝術精華嚟嘅。第一隻要嚟講咧就係 Classic Grand Sonnery 1905啊！呢一隻唔係普通嘅錶啊，係一隻咧集合咗大自鳴、小自鳴、三問、陀飛輪同埋 regulator 嘅一件作品啊！大自鳴簡單嚟講，即係咧會自己按時間去敲鐘，好似咧手上有一座細細嘅鐘樓。機芯嘅零件數目超過500件啦，係寶璣20幾年嚟咧第一隻全新設計嘅大自鳴機芯，外觀更加誇張啊！咁啊，錶蓋上面用咗手雕加珐琅畫咗咧巴黎塞納湖嘅景色。你打開個蓋有畫有金雕，打埋開入邊咧，仲會見到機芯同埋陀飛輪喺度喐，簡直咧係一件咧妙思人 level 嘅作品啊！縮細翻少少啦，我哋又可以睇下有啲咩全新嘅三問錶7365啊！最特別係咧，佢係一隻防水嘅 mini repeater， 有75小時動力啊，咁啊算係非常之勁啊！咁啊，即使咧係一個極度複雜，仲要靠聲音去表演嘅機芯，佢依然咧佩戴得嚟咧非常之實用。盤面咧係好靚嘅藍色大明火珐琅，你會發現啊呢種藍呢種比例咧係同 Subscription 2025嗰一個新設計嘅語言咧係一脈相承嘅。盤面乾淨，字體優雅，內裏複雜到癲。好多品牌咧玩週年可能加個 logo 換隻特別色，但係寶璣就直接同你講：喂，我出一個全新嘅三問機芯，仲要玩雕刻同埋珐琅玩到盡。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寶璣真係唔係流㗎，佢玩精準、玩工具、玩聲音、玩藝術。試問啊，仲有邊間錶廠咧咁得閒去搞咁多嘢呢？如果你嘅眼光仲係集中喺 Patek 嘅話咧，不妨留意一下寶璣啦。最後咧就介紹埋250週年入邊咧最前衛、最有實驗性嘅一隻錶 Experimental One。顧名思義，呢隻就係實驗者1號啊！佢入邊用咗一套磁力恒定力擒縱系統，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用磁力去控制能量嘅傳遞，減少咧傳統擒縱入邊嘅摩擦同埋磨損。結果係啊，可以將扭力保持得好穩定，同時咧震頻可以開到10 Hz 咁高，即係每小時72000次。呢個數字咧對一隻機械錶嚟講係非常非常之誇張。你可以咧當佢係一隻咧實驗室嘅實驗品，但係咧佢唔係放喺實驗室啊，而係俾你戴喺手上面嘅手錶。對於一個250年歷史嘅品牌嚟講，肯喺一個週年入邊搞咁前衛、咁 high risk 嘅作品咧，實在係非常之有膽量。嗱，講到嚟呢度咧，時間就差唔多啦。咁我相信咧，今集咧可以令到大家明白，寶璣其實咧係未死㗎。佢哋依然咧好具有呢個實驗性質啊，依然咧保持佢哋咧一直以嚟嘅典雅風格。如果咧大家淨係咧諗住玩 Patek 嘅話咧，不妨咧諗一諗寶璣，價錢咧又會平好多，但係咧一啲都唔輸蝕。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去買寶璣嘅手錶咧，不妨咧可以去聯絡我嘅。唔係淨係呢啲咧咁瘋狂嘅作品㗎，咁啊寶璣出嘅所有手錶咧都可以嘗試聯絡我去揾一揾。咁啊，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就不妨問下啦。咁好啦，今集咧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。咁我哋咧下集再講。呢度咧 HK Take Your Time，我係 Alex。咁咧，大家如果想揾錶、買錶、寄賣手錶、維修手錶，記得揾我。咁我哋下集再講。拜拜。